咁其實點解男性喺佢哋年紀越嚟越大嘅時候，都咁容易出現譬如啲前列腺問題，甚至好似你所講嘅患前列腺癌嘅？可唔可以簡單講解一下，其實機械臂手術又係點樣做嘅咧？個病人術前或者術後有冇啲咩需要注意㗎？其實好多病人都好擔心佢哋患完前列腺癌，做完個手術都有機會出現尿滲或者係性功能有影響嘅喎。咁機械臂嘅手術係咪可以幫助到我哋去減少呢啲咁樣嘅手術風險嘅咧？Call me doctor， 我係 Dr. Amy。 Call me doctor， 我係 Dr. Chan。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 Call me doctor， 我係 Dr. Amy。今日我哋會講解一下關於前列腺癌。大家知唔知原來香港男性最常見嘅癌症排行第3位就係前列腺癌啊！我哋今日好榮幸可以邀請到中文大學醫院泌尿外科專科陳樹賢醫生，同我哋深入淺出咁樣去講解一下前列腺癌。陳醫生你好啊。係，Dr. Amy 你好。係嗱，咁陳醫生啊，我哋不如簡單啲講解一下，究竟前列腺喺咩位置嘅咧？嗱，我經常都會同病人講啦，其實前列腺係一個內臟嚟嘅。簡單嚟講，前列腺就喺膀胱同尿道之間嘅一個器官。咁你假設我成日都話俾啲病人聽啦，容易理解嘅就係好似前列腺係一個隧道咁樣，或者係座山咁樣。膀胱就係九龍，尿道就係新界咁樣，中間就有座獅子山啦。咁獅子山中間就有個隧道。咁呢座獅子山可以發生啲乜嘢嘅問題？即係呢個前列腺可以發生咩問題咧？通常兩大樣嘅問題啦。第一就係一啲嘅良性嘅前列腺增生，就等同於隧道塞車咁嘛。所以有啲病人會嚟睇，就係因為小便嘅困難啦、阻塞啦、排尿慢啦。另外一個問題可以發生咧，就係前列腺有癌症。前列腺癌症就會剛才你所講啦，其實係男士其中就係最常見嘅癌症之一，就係排名第3。咁今日所講嘅就係前列腺癌症。咁其實點解男性喺佢哋年紀越嚟越大嘅時候，都咁容易出現譬如啲前列腺問題，甚至好似你所講嘅患前列腺癌嘅？嗱，其實呢個都係可以話醫學界個謎啦嚇。不過我哋如你所講，真係嘅，隨着男士年紀越大，前列腺嘅問題嘅機會就越高㗎啦。包括剛才所講良性嘅前列腺增生啦嚇，引致到前列腺引致到小便嘅症狀啦，又或者前列腺嘅癌症，隨着年紀越大咧，個機會率就越高㗎啦。咁你會建議我哋啲男士咧，佢哋去到咩年齡層，可能就真係要關注一下佢哋嘅前列腺健康咧？係啦，我哋通常會建議就係大約50歲以上就開始去要關注前列腺嘅健康。你用呢個前列腺健康呢個嘅名稱非常之好，因為一方面可以係前列腺引致到嘅小便嘅問題啦，另外亦都可以係因為前列腺癌症嘅問題啦。咁通常50歲以上咧，我哋會建議幾樣嘅簡單嘅檢查嘅。第一就係可能會睇醫生做一啲嘅身體檢查，包括驗血、驗呢個前列腺指數，或者好多人都聽過就係所謂嘅 PSA 啦。PSA 呢個指數嘅最主要嘅目的就係想睇下前列腺癌症嘅機會率。咁好多時有啲病人就以為其實我有症狀先去睇醫生啦。咁但係我哋泌尿科醫生或者我哋嘅泌尿外科學會咧，我哋都係建議就係其實係即使有症狀或者冇症狀都好，其實50歲以上都需要關注前列腺癌症，即係話咧都需要建議去抽血啊，睇下呢個前列腺指數。如果嗰個男士啦本身佢有強烈嘅家族史，例如佢爸爸或者兄弟較早年嘅時候已經有前列腺癌症嘅咧，我哋甚至可能會叫佢再推前啲去做呢個嘅驗血，去睇呢個前列腺癌症嘅風險嘅。咁其實喺以往我哋都有講解到前列腺增生啦，我哋都有講到 PSA 呢個指標㗎。咁啱啱好似陳醫生咁講啦 ，PSA 都好似一個幾重要嘅指標，甚至喺診斷可能前列腺癌啊、篩查前列腺癌，佢都好重要嘅。咁其實呢一個指標係啲咩嚟嘅？我哋去咗一個乜嘢嘅指數，咁我哋先需要擔心㗎？嗱，我經常都會同
男士啦，因為有時可能佢哋未必係有病嚇，可能男士咧同佢哋講，其實前列腺指數或者個 PSA 咧並冇所謂正常唔正常嘅水平嚇。坊間好多時你見到一啲嘅化驗報告啦，就係講緊可能4以上就代表唔正常，4以下就代表正常。但係對我哋嚟講咧，其實每一個數字都係代表住前列腺癌症嘅一個機會率，即係話指數越高，可能揾到前列腺癌症嘅機會越大。咁我哋其實你話用4.0或者4呢個數字，其實只係一個簡單嘅一條線啫嚇，並非代表4以下咧就代表就正常啦，沒有癌症，或者4以上咧就一定有前列腺癌症。咁你話咁其實咁驗血嚟做乜嘢啊？佢只係話俾個機會率，但係又唔係一個診斷。冇錯，其實驗血 PSA 呢個指數並非一個診斷嚟嘅。對我哋泌尿科醫生嚟講咧，我哋見到個指數，我哋會就係認為個機會率係如何咧？之後會再同病人去探討究竟值唔值得，或者需唔需要再做一啲確診性檢查。確診性檢查講緊嘅就係需要做呢個嘅抽針或者活檢嘅檢查，喺前列腺度抽啲嘅細胞，睇下有冇癌細胞，從而咧去確診係咪前列腺癌症。咁除咗前列腺癌係一啲年紀可能越嚟越大嘅男士先會有啦，仲有冇其他高危嘅風險因素嘅咧？嗱，剛才所講過啦，家族史係非常之重要嘅嚇。如果你話爸爸或者兄弟即係直系嘅親屬啦，如果佢哋較年輕嘅時候已經診斷到前列腺癌症嘅話咧，佢哋其實比其他人有前列腺癌症嘅風險咧係會高好多。咁另外啦，都有個迷思想陳醫生可以幫我哋解答一下。有好多人其實患咗前列腺癌啦，佢哋都話呢一個係比較慢生長嘅一個癌症。好多時可能佢哋最終唔喺度啦，唔係因為個前列腺癌，係因為其他問題。咁呢個係咪又係真嘅咧？呢個我會講係部分嘅事實啦。的而且確，如果你比較唔同嘅癌症，佢可能有一啲係叫做比較快發展嘅，或者我哋叫做比較 aggressive 嘅比較激進、比較快嘅癌症。前列腺癌症咧，的而且確對我哋嚟講都係比較緩慢發展一啲嘅。但係有陣時我哋亦都要理解到嗰個前列腺癌症咧，好多時佢可能係毫無症狀嘅。其實好多人會問前列腺癌症係有咩症狀啊？有咩病徵啊？我成日都同無論喺講座或者同啲病人或者同公眾講咧，其實最常見嘅症狀就係冇症狀，因為前列腺癌症佢診斷嘅時候咧，我哋如果有症狀，其實好多時都係比較後期、比較晚期嘅東西。咁所以點解我哋學會或者我哋泌尿科醫生都係提議係做一個篩查。篩查嘅意思就係在於冇症狀之前咧，我哋希望已經捉到呢個咁嘅診斷，咁從而咧可以較早去治療。因為到有症狀或者已經後期嘅時候咧，所有嘅治療效果一定係大打折扣。所以我成日都同啲病人講，我哋都要定期做身體檢查，要關注我哋嘅身體健康。嗱，咁當然我哋診斷咗一個前列腺癌啦，如果真係咁不幸，其實我都知道有好多嘅治療方法，例如講緊手術啦、啲標靶治療免疫治療甚至係化療、電療，真係花多眼亂啊！咁陳醫生可唔可以簡單啲同我哋講解一下每一項啦，同埋咩病人先適合用嘅咧？嗱，其實前列腺癌症同好多嘅癌症都係類似啦。我哋最重要嘅就係講緊佢個癌症嘅嚴重嘅程度啦，或者好多人所問嘅佢嘅期數分期啦。簡單嚟講，如果嗰個前列腺癌症都仲係局部嘅前列腺癌症嘅話咧，我哋諗緊嘅咧都係一啲嘅根治性嘅治療。而根治性治療嘅方向或者個方法咧，可以有兩樣，一樣咧就係手術嘅方法，即係話將整個前列腺去切除。第二個方法咧就係做呢個電療啦，即係用呢個嘅輻射將呢個前列腺癌症去殺死。至於唔好彩地，如果個前列腺癌症已經發展到一個後期，甚至已經係擴散嘅狀況嘅話咧，我哋諗緊嘅咧就係做一個嘅控制性嘅治療。咁一直以嚟幾十年嚟，我哋都係講緊係用一啲嘅荷爾蒙嘅療法啦，就係將個男性嘅荷爾蒙盡量減低。咁就好似幾乎你當佢斷佢糧咁啦，令到一啲嘅前列腺癌症前列腺嘅癌細胞去萎縮甚至死亡啦。咁
根據經過呢個嘅現在嚟講咧，我哋仲有更多其他嘅療法，包括咗好似你剛才提及過啦，一啲嘅化療啊，或者一啲嘅免疫治療啊，呢一啲咧都係有新嘅發展咧，可以從而令到嗰個前列腺嘅癌症嘅控制咧，可以得到更良好同埋更長嘅控制，令到個病人除咗癌症嘅控制之餘咧，亦都可以保持住一個好好嘅生活質素。咁聽落其實得到前列腺癌，如果真係咁不幸嘅話，都仲有好多嘅治療方法。咁記住一定要揾翻你嘅泌尿科專科醫生去坐低傾一個好啱自己嘅個人化治療方案咯。咁陳醫生啊，我哋啱啱講到要根治性嘅手術啦。咁其實根治性手術我都知道依家喺泌尿科入邊會好常用到機械臂嘅喎，而機械人都係一個好 hit 嘅 topic 啦。咁可唔可以都講解一下機械臂手術又係啲咩手術嚟嘅咧？其實現在泌尿科醫生我哋都經常會應用到所謂嘅手術機械人啦。當然手術機械人並非就俾佢自己去工作，佢自己去做手術啦，而係我哋會做一個控制呢個機械臂去進行呢個手術，都係一個工具嚟。其實個目的咧，最主要就係希望喺一個微創嘅環境之下，一個三維嘅空間會睇得好清楚個手術成個嘅環境。而另外一樣嘢咧，就係由於我哋前列腺癌症嘅手術，我哋需要將前列腺同埋個癌症要移除啦，另外將膀胱同尿道去接駁翻。而機械臂其中一個最大嘅優勢咧，佢除咗切割會清楚之外咧，亦都會幫助到我哋做一啲嘅重整啊、縫合啊，會更加精細、更加精準，於是達到一個安全，而癌症咧亦都可以清除。另外亦都好重要嘅咧，就係保留呢個嘅功能啦，同埋呢個嘅盡早嘅康復嘅呢個效果。可唔可以簡單講解一下，其實機械臂手術又係點樣做嘅咧？個病人術前或者術後有冇啲咩需要注意㗎？嗱，機械臂手術其實嗰個成個嘅目的，等同於一個任何一個開刀嘅手術或者一個嘅腹腔鏡嘅手術都係一樣，目的都係將成個前列腺去移除啦，將膀胱同尿道接駁翻啦。而現在嚟講，嗰個機械人啦，或者嗰個手術機械臂咧，就會喺個病人嘅身旁，而我哋操作個機械臂咧，就會坐喺另外一個嘅操作嘅單位嗰度，然後咧好似差唔多打機遙控嗰個機械臂咁樣。咁然後咧，我哋就會將一個嘅內窺鏡啦，亦都會將一啲嘅儀器咧，去擺入去病人嘅身體嗰度。咁於是咧，我哋控制嘅時候，除咗控制嗰個內窺鏡啦，亦都會控制另外3隻嘅手臂去進行呢個切割啊、分離啊、縫合啊各樣嘢。咁通常嚟講，現在呢個手術可能都係大約3個鐘嘅手術咁上下啦。咁手術前都係一啲好簡單嘅準備啦，同其他大部分嘅手術都係差不多嘅啫。而手術之後咧，好多時我哋都需要教病人做一啲嘅所謂嘅盆腔肌肉訓練啦，從而令到佢手術之後達到最早可以恢復呢個尿控嘅情況啦。咁好多時病人咧手術之後，可能嗰一日或者第二日已經開始進食啊、落床去活動啊，而呢一方面亦都係我哋會鼓勵嘅嘢添。因為我哋希望病人可以盡快去康復，盡快去活動，咁盡快可以翻去原本嘅生活啊，或者工作各樣嘢。咁嗱，機械臂手術咧同傳統手術有啲咩優勢咧？嗱，傳統嘅手術，由於其實前列腺剛才所講喺膀胱同尿道之間器官啦，但係其實亦都係一個好深入嘅器官嚟嘅。開刀開放式嘅手術咧，我哋需要開一個幾大嘅傷口，先至會去到嗰個器官。但係現在咧，你當微創或者機械臂嘅手術咧，我哋好似鑽窿咁樣入到去裏邊。咁一方面少咗呢個傷口嘅疼痛啦，另外亦都可以達到更加精細嘅切割啦。因為我哋機械臂嘅時候咧，見到嘅環境係會有一個3維嘅空間，會除咗前後左右，亦都會見到個深度啦。另外亦都會有一個放大率啦。而手術嘅機械人亦都好多嘅唔同嘅器材啦，唔同嘅工具啦，可以幫助呢個止血啊、縫合啊各樣嘢。咁於是其實對比起以前開放式嘅手術，病人可能瞓床啊，或者唔能夠進食好幾日嘅都要。咁現在如果我哋所講就可能幾日1-2日已經係進食啊、落床活動啊咁樣樣，所以見到嗰個進步或者嗰個嘅改變咧係好大。
咁聽落機械臂去做手術都有好多好處喎。嗱，手術嘅切割口會比較細啲啦，另外病人恢復嘅時間亦都會快啲嘅。咁呢個都真係因為越嚟越多新嘅技術可以幫到我哋嘅病人啦。嗱，咁如果講到啦，其實好多病人都好擔心佢哋患完前列腺癌做完個手術都有機會出現尿滲或者係性功能有影響嘅喎。咁機械臂嘅手術係咪可以幫助到我哋去減少呢啲咁樣嘅手術風險嘅咧？多謝 Amy， 你講得好啱。由於我都剛才話機械臂嘅手術，由於我哋好清楚睇到個手術嘅範圍啦，而其實所有嘅工具咧都係好微細嘅。咁差唔多咧，好似一隻微細嘅外科醫生嘅手擺咗去肚裏邊咁樣樣。於是我哋每一個嘅切割啦、縫合啦，亦都係好精細、好清楚。咁亦都減少咗一啲額外嘅創傷。所以點解現在好多時做完手術之後嗰個嘅尿控啦、減少個失禁嘅狀況啦，同埋有一部分適合嘅病人咧，我哋亦都會保留一啲嘅所謂嘅性神經線啦，從而咧保留佢或者盡量去保留佢嗰個嘅勃起嘅功能啦。咁呢啲亦都係機械臂嘅其中一個嘅大嘅好處嚟。咁啱啱都講咗咁多有關機械臂做前列腺切割嘅一個手術嘅好處啦。咁但係有冇啲情況病人其實唔係好適合去做呢個機械臂手術嘅咧？對於我哋有經驗嘅微創嘅外科醫生或者機械臂嘅用操作機械臂嘅醫生嚟講咧，現在其實你話唔適合用機械臂去進行手術咧，其實越嚟越少㗎啦。傳統地以前會講就係假設如果病人做過開放式嘅手術嘅，咁嘅話咧，再做微創喺佢身上咧，可能就唔適合啦。原因係因為可能以前嘅手術已經令到個腹部裏邊有好多嘅黏連，令到個手術嘅難度增加好多。於是可能以前咧就係二話不說，再做手術嘅話咧，佢需要做一個開放式手術。但係現在嚟講，隨着經驗或者各樣嘅手術嘅方法去成熟嘅話咧，現在呢一樣嘢我哋都可以避免咗話要再開放去做手術。所以你話所謂嘅禁忌或者去唔能夠進行機械臂嘅手術咧，其實現在已經越嚟越少。咁陳醫生啱都聽咗有關咁多機械臂手術啦。咁嚟緊喺泌尿科入邊，機械臂又有冇啲咩新嘅突破或者新嘅發展咧？係啊，Dr. Amy， 其實我哋應用機械臂喺香港其實已經差唔多20年啦。咁其實除咗呢20年咧，不停有啲新嘅發展係進行緊嘅。咁不單止機械臂會更加容易去操作啦，更加去靈活啦。其實現在會有更多嘅工具會擺喺呢個機械臂上邊，會有更好嘅止血啦，更好嘅縫合啦。咁與此同時，亦都現在咧有一啲嘅所謂嘅單孔嘅機械臂啦，即係話咧只係需要用一個嘅開孔，已經可以擺晒所有嘅工具入去進行手術啦。另外，剛才提及過，無論我哋內窺鏡啦，或者有3隻手臂去做一件手術啦，但係現在我哋甚至可以有3隻甚至更多嘅手臂擺入去肚裏邊去進行一啲嘅切割啊、游離啊、分離。咁真係坦白講，現在真係非常之先進。其實嗰個嘅限制咧，只係我哋嘅想像嘅啫。咁另外呢啲嘅機械臂亦都開始應用喺唔同嘅範疇啦、唔同嘅手術啦，甚至亦都改變緊我哋手術如何進行添。咁所以我諗現在跟住呢5年、10年，隨着有好幾間嘅機械臂嘅公司已經發展緊啦。咁佢哋亦都有好多嘅新嘅科技啊、新嘅model 推出啦。咁我相信佢係會對於我哋嘅外科手術咧，會有更大嘅進步同埋更大嘅幫助咯。咁我哋真係要拭目以待啊！嚟緊都會有好多新嘅科技係可以幫到我哋嘅病人。咁今日真係好高興可以邀請到中文大學醫院泌尿外科專科醫生陳樹賢醫生嚟同我哋分享咗咁豐富嘅內容。咁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哋嘅內容，記住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健康好人生。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